今仔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，消署早起公布的食品甲药品上新的监测，已经有60项的西药欠货通报。另外，针对好事多冷冻鱼 A 型肝炎的调查业者嘛提出4项的改善办法，会伫6月几个专家会议来做讨论，才个来决定讲冷冻鱼敢会当重新开放进口。 美食卖场 Costco 爆发真一种冷冻鱼果和下眼味道污染。在消署要求之下 ，Costco 赶伫5月31最后期限提交将近900页调查报告，佮提出4项改善做法，包含精进人员健康监控、加强原料供应商甲工厂卫生甲水质控管、加强员工接触制定的卫生要求，佮承诺成品每一批检验合格才能出厂。 不过，消署表示，资料会交由6月20日专家会议进行讨论，但结果出来，佮决定 Costco 唔过是不是改进。6月20号，我们的咨议会开完以后，觉得没有办法厘清相关的疑义不能确保未来的产品的安全，我们就还是会持续的暂停受理。 另外，在药品部分，消署接到54件西药欠缺通报案件，已经有60件，其中调查无欠缺有13件，建议使用替代药品36件。另外，基层药局传出第一线抗生素阿莫西林欠货问题，消署表示已经请厂商保留一定比例给药局。口罩就是也解除管制，然后还有整个气候的变化，所以这个呼吸道的感染症 增加了，所以呢，现在的使用量就是达到2.45倍。消署指出，即马各国解封用在治疗呼吸道疾病抗生素阿莫西林需求量也增加。目前国内有9张药品许可证，疫情期间的2021年，一年健保使用量差不多是3600万粒，已经请业者继续增加生产甲数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